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纽约证交所车衫发生技术问题，引发市场混乱，嘛影响到这股市部分停止交易，害到巴菲特旗下伯克夏海瑟威 A 类股一升就落超过99%。目前纽约证交所是已经把这技术问题解决啦，所有系统嘛拢正常的运作。 纽约证券交易所伫咧初三，因为出现技术性的问题，有卖家40支股票出现交易异常，并且规个暂停。因讲即马问题已经解决，但是看起来这边各种唔是网络攻击。不过，伫咧这买家2点钟的时间内面，包括股神巴菲特旗下伯克夏海瑟威 A 股，敢若是帮势共款的，盘99.97%，每日股自超过927400美金，变做185.10美金。不过问题并无扩大，即讲美国股市伫咧制造业数据无好，结果对经济增长的担心，大部分股票拢盘。We've just made it through earnings, which were okay, better from the NVIDIA side of the world. 纽约证交所宣布，取消美国东部时间早起9点50分到9点51分之间的伯克夏海瑟威 A 股计价，伫603718.30美金，或者是以下的所有错误交易。有一间机构的经济商接受 CNN 采访的时阵讲，伊唔相信纽约交易所的解释，因为甲荧幕上离奇交易的数字斗袂起来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。